山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壳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感觉世态，伊使去操看待，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苦爱，千百里江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比之全比之情到真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备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我无想好，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吞足鸡调味。面山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壳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感觉世态，伊使去操看待，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苦爱，千百里江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比之全比之情到真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
望我无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壳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想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刚到这台，伊煞紧朝看台，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宝岛风飞，心底只存你一千个等待，看你困眠是我的水镜，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啊啦，滋味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我无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壳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想多。虽然怎样总来战
将你听入心，加添你一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Hello， 欢迎降落。我刚刚是没有看到谁降落，是有我们的咪鹏鹏的降落吗？欢迎你的降落，伊拉夏，午安！我是你们最台的迪卡屯足迹，迪卡屯足迹开台喽！哇，谢谢你们的降落，我看一下，我刚刚没看到是哪位主播降落哦。这个我看一下，等一下，我的面部又抓不到我了，等一下。大家安安，我是猪猪，是一个面部很容易抓不到我的猪。等一下，我再重新设定一下好了。面部很长抓不到我。等，我应该是要看这里啊，算了，不管了。Hello， 是诺拉的降落吗？谢谢诺拉啊，伊拉夏，欢迎大家来到猪猪的频道。哇，这个下午可以看到大家，真的是缘分呢。啊，诺拉好。这位前面是蓬的这位，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敏感啊！谢谢诺拉的降落，以及诺拉的观众们，你好，我是台湾 VTuber 迪卡特足迹诺拉伊拉塞，欢迎你的降落。来，我们献给诺拉一个擦的又亮又大的棒棒，好不好？啊，这个板手，要是看谁坏坏。请可以不经意的敲下去哦，不经意的，对。大家午安，多多指教啊，欢迎，谢谢你们今天来到猪猪的频道。我们今天下午也是会唱歌吼，应该不会封面诈欺，对，会唱歌啦，会啦。然后这位是梅洛丽亚，你好，欢迎来到猪猪的频道，哇，很开心看到大家。我真的是去年真的是整整忙了下半年，很少开台耶，所以这个时间算是可以看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也欢迎不管是我们诺拉还是莉亚，都谢谢你们降落到猪猪频道。而且我看到莉亚的 B 频很像是准备中，对不对？也欢迎大家订阅起来，追踪起来哦，谢谢你们。对哦，我真的是这一阵子来到了2026年的1月啊，才渐渐的回归我们的开台啊。大家午安，谢谢你们。来，我跟你们说，我今天时间不够多，我很想只能开台到4点半、4点40，因为我要赶5点以前，快点把我们剥好的生日蛋糕快点要寄出去。对，因为就是生日蛋糕这个东西要急速冷冻，保持新鲜之外，它还必须冷冻。通常是抓6小时，可是我自己会抓12个小时。我要把它冷冻的硬邦邦，又硬又无法摧毁的状况下，我们再寄出去，我比较放心。那被点名了吗？谢谢你们。订阅了吗？谢谢你们。而且你们要看蛋糕吗？我给你们看哦，就是我们高阶会员这边，如果满12个月的话，会有蛋糕哦。如果你没看过猪猪做的蛋糕的话，现在给你们看。给你们看，耶！这个是昨天哦，昨天新鲜制作，然后待会就要从我们大高雄工业国寄出去，新鲜直送芋头鲜奶油蛋糕，拍起，也是专属于频道12个月的高阶会员的福利哦。这个就是基本上这个是非常和平的版本啊，我很难得会做这么和平的、很单纯的芋头蛋糕，不然通常上面都可能会加一些什么炸虾啊，或者肉燥啊，或者皮蛋啊，或者香菜啊。好啦，炸虾跟肉燥我还没做过，我还蛮想挑战的。但是皮蛋呢跟香菜的确是我们已经挑战过了，而且味道其实还蛮好吃的哦，好不好？这是谁？就是我，迪卡屯足迹。我们欢迎大宝老师，谢谢你们的订阅啊。那个如果谁心动的哈，那个这1-2个月想要追上哈，想要跟上的之类的哈，欢迎不嫌弃，可以到猪猪的 DC 上面，可能就会有我们绿界什么高阶的迫害啊，不要迫害卖场，对，就直接可以加半年、1年的卖场，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参考选购，谢谢大家。2.0 的皮，我为什么会开出来嘞？
基本上是因为我今天的封面就用 2.0 啦，然后我其实礼拜没有错的话，我记得我礼拜2的封面也是用 2.0， 但是那天太想睡觉了，我忘记切成 2.0 的皮了，对，所以 2.0 想说啊，我今天又用 2.0 的封面了，我今天不能在封面加漆了，所以快点再切回来 2.0 的。有啊，三色豆，我自己不吃，但是我可以做给我的朋友吃，以及我家面线吃。对，所以好羡慕有蛋糕的大佬吗？哎呦，雅晨，其实你也有蛋糕了。只是雅晨跟我讲说，基本上就是生活繁忙啦，而且雅晨的宿舍比较不适合收这类的东西，所以雅晨就他直接跟我 pass 说猪猪没关系，我会继续支持频道的，蛋糕先 pass。就哇靠，大佬中的大佬的气度吗？薄荷要健康啊，对，薄荷。我基本上这个蛋糕基本上已经是很难得的使出非常健康的一个配方了，我们没有放肉燥，也没有放什么东泉，也没有放什么蛋黄，什么咸蛋酱，更是没有放什么奇怪的 XO 酱，对，所以就是薄荷我们已经很和平的处理了，也祝福你就是和平的度过这个生日啊！如果你真的胃食道逆流很严重的话，本频道尊爵不凡的会员收到我的回馈基本上都是非常原物料新鲜，用料实在且昂贵，好不好？直接那个金箔也没有再给你好小的，直接那种加不怕的，你知道吗？对，总之每个月甚至是蛋糕的原物料都是非常新鲜直送，就是要让你们品尝到最新鲜、最有诚意、尊爵不凡的回馈，对。但是就有大佬很爱给我囤，然后囤了3年之后跟我讲说，哎，猪猪啊，你的用料真的很新鲜，我没有拉肚子。所以我只想跟薄荷讲说，我官方允许你囤，只能囤3个礼拜。如果3个礼拜以后你的肚子状况有比较好的话，尽快开来吃。3个礼拜我的极限，好啊，对，就是我有自信，就是我们的原料基本上只要你收到没有解冻的话啦，你急速快点再冷冻回去的话，都会非常新鲜的，不会腐败。特别现在又是很寒冷的冬天哦，好冷哦，所以就这一次你的胃食道逆流，官方准许你囤，期限3个礼拜以内，哪一天觉得肠胃状况不错，快点拿出来吃哈。退冰之后就可能不能再放回去了，所以找一个良辰吉时把它吃掉。对，然后一下子可能没有办法摄取太多的热量或者是甜食的话，可以分食给你的亲朋好友哦。那我是你休假不能正常的宿舍冰箱，真的是很想吃蛋糕吗？雅晨，你可以跟我约个时间，真的，你跟我约个时间，我可以帮你做3色豆蛋糕。等一下。塔瓦，你的椰萝卜不是你的椰萝卜给倒掉了，塔瓦，为什么我现在还看得到椰萝卜？椰萝卜已经快要4年了，你们可以不要这样吗？到底为什么要囤这么久？对，非常新鲜，非常美味的莉啊。然后胡桃蒙说放了1个月的什么手磨豆浆，你确定那个是豆浆不是豆花吗？你确定那个是豆浆不是豆花吗？要放在国外会想着啊，也想吃看吗？啊，这个莉亚小姐想要吃看看的这个状况下，谢谢您想要捧场。对，不过国外的部分可能真的是跨国的话，可能猪猪这边就比较没办法寄送。之前有位大佬也是香港大佬，他特别飞来台湾，然后品尝猪猪的高阶会员超感动的，他就囤在那个彩彩那边。然后就彩等到他那个来台湾的时候就拿给他，我就哇好有心哦。对，小莲宝贝，3色豆蛋糕您怎么了吗？怎么这么有反应呢？他要放多久？我好不想问哦。大佬那边还有3色豆，其实我觉得3色豆蛋糕会好吃啊，因为3色豆本身它的原物料本身就是甜的，有没有发现？不管是青豆本身它就有甜味，然后玉米也是甜玉米。红胡萝卜本身就也很甜啊，因为我本身是爱吃胡萝卜的族群，所以3色豆蛋糕其实对我而言它会是好吃的，而且我有自信把它做好吃。特别是我们在12月已经成功研发了老干妈咸蛋糕配芋泥，也是非常的好吃。所以我觉得3色豆本身做起来，它就看起来很惊悚啦，但不会难吃啦。我觉得啊。至于这个高端局有谁想挑战告诉我，甚至是我最近很想玩什么，我跟水灵宝贝已经
已经计划好，我们2月份就是槟榔造型的台式专属高阶会员回馈，槟榔造型哦，陪你们过我们非常浪漫的情人节哦。不管是12月啊，不是12月，不管是2月14号还是3月14号，都有槟榔造型来陪着您哦，开不开心，惊不惊喜？可是我觉得槟榔造型的点心还好，因为其实都弄得出来。对，以我的厨娘魂而言的话，其实都弄得出来。我最期待的是什么，大佬们？有没有人2月想要尝试一下那个我们槟榔造型蛋糕啊？我们槟榔造型蛋糕啊，好想玩看看哦！不管您的生日是不是在2月，既然我们2月份都已经做了槟榔造型专属台式回馈，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蛋糕上面也做一些装饰啊？好想做哦！有没有谁哪位大佬想尝试一下我们的槟榔造型哦？欢迎大家跟上，谢谢大家。他话你说是正常的对吧？这我不好说，确实是吗？不是他哇，谢谢他哇，记得好清楚。我再想想嘛，我想得很仔细。是先生吗？丽亚不是，等一下，丽亚是先生，不是小姐。Sorry， 刚不需要跟那个点，不好意思，我们这边就连叔叔都被我叫小吴先生了，不好意思。那从今而后，你就是丽亚小姐了，好，谢谢。吴真老师，还是说您，我们被赏赐的那颗蛋糕，我们把它做成3色豆蛋糕好不好？哇，这样子我们就有那个凤梨香菜蛋糕以及3色豆蛋糕可以让我们的团队享用好爽哦！我再想想，3色豆青豆哈雷锅粥，我觉得本身它以原物料来讲我是爱吃的，但是他们3个变成冷冻食品，我就很不爱。我没有得罪您，其次我没有得罪您，我真的没有得罪您不是雅晨啊，我知道你没有得罪我啊，对，但是呢，就是感谢您的专情，我觉得3色豆蛋糕非常值得您尝试啊。那弄了3层蛋糕1层青，水灵宝贝，你这个好狠哦！水灵宝贝啊，3色豆蛋糕，我觉得今年度有机会我们来玩一下。对，首先我们水灵宝贝已经为各位精心准备了我们的槟榔造型的回馈，会在2月出现。水灵他有冷静过吗？我们家水灵宝贝有冷静过吗？不要啊，石灰不可以，顶多那个石灰我们可以用芝麻酱代替嘛，对不对？我们的瑞恒经理，我们崇高的经理人，今天我们也是非常享受这个600块尊爵不凡的这个经理人的回馈。对，那如果说哪一天觉得雷公大点，想要升级成我们以市总裁也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我们最崇高、最尊爵不凡的我们的瑞恒经理又来到本频道了，感谢。感激多大是槟榔口味吗？没有啦，只是槟榔造型啦。因为我是对槟榔，对我也是一个很陌生的东西。我只知道我小时候被爸爸脚边不小心吐到槟榔汁，觉得很恶心。我们把它挑战真正就弄溜的呢，伊的拔掉啊，吃槟榔啊，吃荤拢有哦。对，就是一个很弄溜的浪子。对，有一次他带我去熊店，您刚才要下面是熊店。这个说法基本上南部应该比较常听到，但是呢，在北部应该拢讲夜市啦，应该拢讲夜市。我在南部的某一个熊店呢，有一个熊店在那边，我们就在洗夜市的时阵啊。然后爸爸小时候都会说咱去洗熊店，所以我们以前都会说熊店这样子。然后反正那时候我记得我很像在看那个妈妈。就是转圈圈的那个妈妈，我们都说妈妈，就是你可能给老板几块钱、几十块钱、10块钱而已，然后就可以在那边做好多圈。我就在那边排队，我好期待。然后爸爸也觉得很无聊，然后陪我排队，然后他就在那边嚼槟榔，然后嚼到一半想要吐嘛，就可能就不知道怎么了，他吐的那个当下，我就脚就移动了一下，然后他就吐到我脚上，然后我对槟榔的印象就是那个而已。对我而言，那是一个很陌生的东西。原谅不可能是槟榔哦。李 W.H 先生真是太可怕了。水灵那个老想到某个展的时候，83我知道，对，明明对我知道，对我有看到那个照片，我就觉得台湾人真的是很棒。槟榔造型应该可以，但槟榔渣造型，我觉得很像是干扁的蟑螂啊！我怎么讲出来？一生一拉赛不好，不要吗？
但是呢，我这边都已经迫害于就是那个凤梨什么香菜蛋糕了，对，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受伤。我竟然都已经要吃那个不喜欢的凤梨蛋糕了，我觉得我下一颗应该要赏赐给各位团队3色豆蛋糕，你不是 OK 的吗？那不知道看到武谦老师感情浮现会这么觉得啊？柴鼠，谢谢5个月的主宰专员，迟来的恭喜猪猪3D 秀大成功，是一个超棒long人男啊，让你们难忘，这是我最大的目的啊！喜欢世间的变形金刚舞台，还有美丽有风格的工地，是不是？我们的彩虹工地秀伴舞团，还有让人发笑的快打旋风大宝师，你上次那个1月7号那个脖子被我扭断之后，现在已经1月22号了，该复原了哈。哇，话说我明天又要见面了哈，大宝老师。快打旋风每首歌间的串场，对。串场对我而言是秀最精髓的地方，所以我希望你们看的不只是3D 表演，我要你们看的是整场秀。你们有感受到整场秀我想要带给大家的这个氛围，这个是最棒的。整场都精彩无冷场的接起来，没有错。但还有这么多首好听、非常台味的原创曲，一项了不起的里程碑吗？谢谢。你喜欢蜘蛛日后台分享背后巧思和神明沟通的趣事。谢谢啦，我觉得全部可以串起来真的是太好了。对，我觉得整场就是表演跟表演中间的秀串起来，让你们觉得印象深刻。我觉得这个就是成功的秀了。那老婆，你只是最近要花钱的地方很多，高阶断了而已，上一句佳慧先不要，不是，我只是说亚珍，你还有一颗蛋糕欠在我这边，记得要预约，记得要拿走，知道没有？好，至于高阶什么时候再加回来，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很 free 的，对，不会因为这样子就用3色豆迫害你们，对不对？是专业的写词感情，是，吴翔老师，您的感情非常的真情流露了，不行，挑战3色豆猪脚面线吗？没有什么我不能挑战的，我就怕我们家面线崩溃，就是这样子。最后祝我们今年目标都能达成啊！谢谢，我们最想要的那个坦坦，希望能走一下啦。对，然后我看一下这位是哇，这个名字有点啊，好，就是宏伟了。OK， 报告已复原，下次还敢不要？下次我觉得一定要再找机会跟老师再玩一次我们的真人快打旋风。对。而且对教练课的部分，我觉得渐渐可以慢慢安排回来了。对，我觉得好，不管是什么巴西柔术，还是那个什么，还是拳击什么的，对，我觉得我都要摸一下，我都要沾一下。我真的觉得快打旋风真人版真的太好玩了。哇耶伊拉塞！然后啊，今天只能陪伴大家到4点半，虽然说时间一下就过了。还是会唱歌啦，然后等到大概没有意外的话，大概3点50或者是4点左右，猪猪会开一下我们的视窗，露手手的视窗，我已经先 setting 好了。露手的视窗干嘛嘞？要给你们秀一下，我们下个礼拜5要抽奖，要抽的那些部分的商品哦，就大家可能还新朋友比较陌生的，或者是我们彩主委家嘛。我们的这个算是什么？这也算是应该铝合金的画吗？而且是猪猪75C 亲手绘制的词汇。等一下，我的视窗怎么不见了？我都已经 setting 好了，我的视窗呢？在这里啦，在这里，我的视窗在这里。好，我就喜欢手机啊，就把它拿走。不然我的封面是那个毕业楼的本被你们看到。等一下，好，等一下会带大家看一下，我待会会把这个视窗放大之后，有没有看到彩彩帮我们制作了2版？一版是它的那个背景是白色的，纯洁无瑕白色的，另外一款就是比较有那种金属钢铁阳刚，但是我比较喜欢金属版本的，好棒哦。对，总之感谢彩彩，这是我们75C 的曲会哦。好啊，说到这个，大宝说我们75C 的曲会应该之后有机会做成我们75C 的正式 PB 吧，好期待哦，好不好？对，我们这次 PB 又是猪猪自行操刀，赞啦，sweet 啦，好，这个先关掉，待会见，拜拜，等一下哦。好 ，OK， 然后预猜今天一样先砸1个小时吗？不会，我等一下应该就会开始唱歌了。然后尾牙奖品是又跳掉了。
是用美妞吗？我反而是来不及做美妞哎，我今年依旧是来不及做美妞，但是可以就是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对，银色的好适合彩彩的，我为什么会色？银色的会很色吗？对，银色的哪里色啊？这是纯白无瑕的啊！银色的为什么会色？哪里色？有吗？它就是银色的啊！哎呀，你们脑袋色，所以看什么都色。我把它先关掉。好啦，等一下我们真的唱到4点左右，我们再来，对，再来那个，好不好？对，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尾牙抽奖的东西。好，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啊，也谢谢就是这2天已经取货的专辑的面线吧，你们好棒哦！好，不可以让货退回来，退回来真的也是没办法啦。但是就是我们伊藤先生会帮我们 hold 住。我觉得伊藤先生这次出货让我觉得很像那个捕鱼网，你知道吗？一个都不漏掉，就是很迅速的啵啵啵啵。然后其实前2天有一个退回来了。然后另外一个准备要退回来了，然后他整个就是在途中快点就是卡几住呢，就是在退货当中快点联络到那个就是收货人，可能地址没有写好，还是说他麻烦另外一位朋友帮他可能取货，但是可能朋友忘记了，以为是诈骗的什么，他即刻当天马上联络到当事人，然后快点再把那个货再推出去。对，我记得其中有一个货是中途拦截，然后中途再送到另外一边。我觉得哇靠，伊藤先生超效率哇！对，我们尽可能希望大家都可以完成取货啦，把你们家老婆取回家的这个动作好不好？好，我们再退回去的话，实在是也真的是很麻烦哈。请各位记得我们100多位的赞助者真的很谢谢你们，然后都记得全部都要去取货，知道吗？对，阿杜邮差先生联络不到您，也记得邻近的邮局可能就打电话问一下，好不好？对，雅晨，我原本想帮你按扛的，你自己就自爆了，实在没有办法了，都已经自爆了。那接下来我们这一首歌哈，第一首歌来嘛，钢弹 W，Just Communication， いきましょう。你自己干嘛变成自爆男？我原本想说帮你按扛下来的，想说你又不是故意的。就身为邮务员的雅晨自己是个大雷包，他自己说，因为他很可爱，他就是委托他朋友说，哦，这个猪猪的委托，我猪猪的那个什么。募资商品要出货了，可能委托他朋友收，然后他朋友自己也忘记了，忘记之后伊藤先生打电话过去确认，他的朋友还以为是诈骗，对他朋友真的以为是诈骗，然后一直否认说我没有订什么朱迪卡的周边，没有这种东西，没有。然后伊藤先生一直被误认成诈骗，但是还是反复跟对方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对，然后对方说哦这样子哦，嘿，对，有订啊，对了。哦，快笑死了。好了，没事啦，就当天伊藤先生马上就处理好了吼。哦，没有问题，请不用担心，也不用愧疚。只要知道接下来我们不管是订的什么商品，好好的收货，即使有委托你的朋友，也好好的记住这件事情，以及偶尔用健康的金流斗内支持你的推，好不好？当吃较久的啦，这就重要的哈。中网不记得收到吗？对，就连我们伊藤先生可能包货实在是太繁忙了，我们三哥的丢逼杯，嘿，拔杯真的是漏掉了呢。对，马上伊藤先生隔天也马上出货，我们看我们家三哥马上也是迅速的收到了。我们这个创立伊藤先生实在是有够速度，有够迅速的。好，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周边以及合作方案，都可以询问我们非常干、非常专业的伊藤先生，他在创立，谢谢。他是一定直接店里上班的单位，好啦 ，OK 啦，这样子才被忘记。对，其实我相信雅晨是有交代的，但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募资出货通常都是可能募资完你半年以内要出货已经算快了，我觉得我们这次速度算快了，不管是专辑制作，然后3D showcase 以及我们的商品出货啊，让大家收到，全部都在半年以内都达成了。对，真的，所以半年算快的这个情况下。也是会忘记嘛，那又何况是有些募资商品可能需要比较久的时间去监修的话，可能7、8个月甚至1年以后才出货。我跟你讲，老娘要是自己也会忘记，我赞助过，赞助多少有吗？你是不是诈骗？哦，我跟你讲一定会。
好啦，没事啦，有联络到就好了，没有淡掉你们当初就是募资的那个商品回馈品没有被淡掉，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好，这个很重要。OK， 谢谢已经取货的你们，而且2.0的嘴巴其实真的果然比较不是那么敏锐，对，但是我真的好喜欢2.0的眼神哦，各种鄙视，各种超级鄙视你各位。好啦，秋瓜，我觉得该交代的后事，我觉得我应该都交代完了，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开始安详的唱歌了。然后明天有访谈的活动，对，明天访谈的这个部分，我们静待官方公开，才让大家知道是什么单位的访谈哦。而且我每次看到我2.0的嘴脸，对，每次看到2.0的嘴脸，我精明干练拍拍手。我每次看到2.0的嘴脸，我都觉得我今天的说话语气应该都是要这样，对，应该就是要这样，非常的精明干练。对，每次看到2.0，我都觉得我的精明干练回来了。对，但是3.0不知道怎么了，3.0就不自觉的就会觉得，好像时不时都可能都会长草。我觉得3.0的脸真的比较长草3.0脸好笨。我这样是在骂自己吗？朱蒂卡，你3.0的脸好笨哦，就感觉每次看到3.0的脸都觉得无时无刻都在砰，你知道吗？但是我今天是2.0，啪啪熊，今天砰不在我身上，对，我今天是精明干练的2.0，而且还会鄙视你们，非常的鄙视。等一下我的面部怎么抓不到？什么叫并没有？妹部上好，毕竟12万大佬收到应该是会蛮大箱，而且也谢谢妹部上有跟我分享，就是他收到的当下好像是还要跑警卫室去领。对，妹部上我有收到你的留言了，谢谢你，还特别跟我讲，跟我分享，我很开心。对，像我这样的朋友。不是，我今天是2.0，这绝对不是我的锅，知道吗？怕掉到非洲分部，反正这都没胖子。我的2.0有胖次，你们去问爸爸。虽然说那个胖次很奇怪，可是他那个也是胖次。什么？我的精明干练在我2.0有出现过，好吗？记得关回放吧。对，我今天因为2.0开出来了，所以我回放居然有记得关呢。我就觉得看着我这个2.0，我觉得我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得很好，就连回放都记得关了。谢谢大家。我就连回放都记得关了，我今天绝对是精明干练结束这一回合。真的好不可思议哦！2.0开起来就觉得我的脑袋就是被打通的全身经络这样子，打通了任督二脉的2.0这样，对不对？谢谢，再次感谢我们啪啪熊的送暖，我们4个月的送暖补足了我们薄荷的芋头蛋糕，也是啾啾的本命蛋糕，我真的好想偷吃，但是我没有办法。即将在待会4点半我们结束这一回合之后，啾啾就要赶场，快点去黑猫宅急便寄出去了。好，那还好这次也是选择了算是啪啪熊的意志的围墙呢。好，有了这个啪啪熊意志的围墙，我相信应该碰撞过程中即使有一些剧烈，但是应该不至于城墙会瓦解啦。对，因为我把它冰了超过12小时，我觉得我冰了大概对超过12小时了，没错，应该它会很铿锵有力的，然后毫无疑虑的送到薄荷手上。对，我们这个城墙靠你了，城墙。好，等一下哦，我喝口水。好，我再碰你一下。三哥，你是最近腿很嚣张哦？你最近是量产你的腿吗？是不怕被我打到都没有东西可以用吗？没有备用腿可以用吗？请举例哪个段落有精明干练？像我今天记得关回放，我觉得我很精明干练啊。最精明干练的就是1.0的卖药就。我的1.0是以前人家叫卖药台嘛，然后现在人家会说什么团购，对，团妈台，对不对？我的1.0那个团购台是很珍贵的，非常的珍贵，知道没有？要是哪一天啊，我们的频道开始有一些那个
我们不要说带货，团购、团妈的这些风格的这些厂商合作的话，我就把 1.0 开回来，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回归初心，回归 1.0 的卖药，对，回归8月的致命干练。等一下，所以我越回去了吗？不知长进吗？物资寄公司真的很怕掉走就是那种东西，没有鹏鹏会忘记吗？好了，我觉得事情其实没这么严重，顶多就是哈你好蓬哦雅晨就这样，哈你好蓬哦怎么这么蓬啊雅晨就这样，对，是不要放在心上，对，顶多就是哦你好蓬哦雅晨，对，我觉得其实没事，事情有解决就好，重点是你们真的不是故意的，然后东西有顺利收到，这样才是重点。黑箱，哈，有捡什么吗？等一下，我们黑箱书记官又捡了什么吗？外加盟属性，怀特比格，我觉得你看错了，打断腿是吧？好处，好处是坏，等一下，这怎么看都是坏处吧？好了，我要唱歌了啦！那 iPhone 面部一直抓不到我，是不是？对，我常常觉得 iPhone 面部抓不到我就算了，没有关系。我们把这个希望寄托到 3D 面部，就 3D 完之后，Mona 反复确认之后发现，对 3D 面部还是抓不到我，谢谢。Mona 自己 po 文，我真的觉得超好笑，就迪卡本卡抓不住，太好逗。居然连 3D 面部也抓不住我啊！算了，唱歌吧。好啦，我们今天真的唱歌，大概唱4点左右哈。我们随性挑几首歌来唱。那我们再次开启塔瓦帮猪猪准备的这个歌单区，然后也感谢塔瓦在台语区把猪猪的 DV 专辑的这些歌曲都整理得好漂亮，还照顺序，看得都很开心。今日はこれにしよう。那我们就先从很宁静的这个氛围的状况下，很像可以唱这首歌。每次都唱不好，但是就来唱吧。每次都唱不好，但是就来唱一下。这首歌不是我的同温层可是我真的觉得它很好听。剪过我的精明干练，所以我的精明干练被剪掉之后一去不复返了嘛。雅晨，你给我闭嘴！你才砰，你全家都砰。好，然后也谢谢大宝老师帮猪猪把那个机器人的那个连结都每次都会帮我做更新齁。有一个是 DLV 的，我们全曲短视听啦齁。然后另外一个是嘿马的看报，因为是马年呢，马年就要看报。对，我们3D 工地秀，对，就是在我们1月7号3D 秀开始，希望大家会喜欢。但是真的大家跟我的回馈基本上都是印象深刻，好笑又台，真的是太棒了。这个才是猪猪想要的3D 秀啊，真的生而为秀就应该是要这样子，我是这么觉得啦。就是表演跟表演之间就是要如此的让人印象深刻。等一下，我明明麦克风已经拿着了，我还在那边按那个什么快捷键。原来我早应该就要把 Echo 打开了，我的麦克风一直在我身上，我都忘记了呢。不，朱迪卡，你今天是 2.0， 请你精明干练。我今天是 2.0， 我依旧保持我的精明干练。来，第一首歌四字眉怎么唱都唱不好，但是就是想唱，对，就这样。四字眉卡拉 OK。我看一下哦，我记得有一个版本它很好听，我们这个好了。甚至是不是这样唱我都有点忘记了。
可是钢琴版本好好听哦。君の中にある赤と青き線、それらが結ばれるのは真の像。風の中でも負けないような声で届ける言葉を今は育ててる。時は枕木、風は新潟、星はうぶずな、人はかけろ。なんで泣いてるのと聞かれ答えてる。涙なんかじゃ僕ら出会えたことの意味にはまるで追いつかないこの身一つじゃ足りない叫び。君の手に触れた時にだけ震えた心があったよ。君をいくつ超えれば僕らはたどりつけるのかな。愚かさでいい、醜さでいい、正しさのその先で君と手を取りたい。思い出せない大切な記憶、言葉にならないここにある想い。もしかしたら、もしかしたらそれだけでこの心できてる。もしかしたら、もしかしたら君に気づいてと今もその胸を打ち鳴らす。なんで泣いてるのと聞かれ答えれる。涙なんかじゃ僕ら出会えたことの意味にはまるで追いつかないこの身一つじゃ足りない叫び。君の手に触れた時にだけ震えた心があったよ。君をいくつ超えれば僕らはたどりつけるのかな。愚かさでいい、醜さでいい、正しさのその先で君と生きてきた。谢谢燃烧神教伊拉塞8月1号先生，又是这个版本，每次这个版本后面都是这样子。好，好喝的水水，噔噔噔，狮子妹，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然后他真的很应该跟我 push 这首歌诶，但是我今天没有要唱这首歌，他实在是太爱 push 雪之华这首歌了。我们接下来唱这个，我看一下哦，有。哦，等一下哦。还是有竹心的声音呢。没关系，我找一下哦。好，还是用这个好了。虽然说这个版本我没有用过，不过我们慵懒悠闲的
让大家肚子饿一下哈，我这样肚子好饿哦。不知道他有没有副歌词，而且重点是歌词来不来得及看呢？我自己找歌词好了。今仔日要食啥？牛无也是猪肉，往烧着来心来牵拍，用酒甲酸我情千拖，开拄啊甲拖，有盐有糖有味酒头仔。我的纸是上赞的拖，俗古好看，今来如这，就胖就胖就胖，就要饱就要饱就要饱，就胖就胖就胖，组团的米粉袂当对你讲。清一下我家老痰。哦，我情千拖，开拄啊甲拖，但喊马土山无心路伫骹。我的拖是上赞的拖，俗古好看，花秀艳嘛，就胖就胖就胖，就要饱就要饱就要饱，就胖就胖就胖，组团的米粉袂当对你讲。搁翕一个，搁杀一个，哦，烧酒的哦，莫有假的，唔通偷年偷体也搁小看切切，搁等一个就好势，就胖就胖就胖。就要饱，就要饱，就要饱，就胖就胖就胖上加胖。若是你用爱用心就这，全世界的。哦，这个版本好棒哦，这个版本很赞，很松。然后后面还有帮我们加一些不知道奇奇怪怪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帮我跳这是什么东西？跳了一个我看不懂的东西。好棒，这个版本的伴奏好赞。上班偷听嘛 ，YF 先生很棒，好孩子。刚才没人打 call 吗？聊天室异常安静诶，可能是因为饿倒了，饿死了，就像我一样。所以深深一拉塞挂好，继续玩什么？周末地好，然后回来听到猪猪的歌是吗？工作性脑洞哦，真的假的？台湾，谢谢，是 IS 先生，我真没干累，你真的是政治正确，用字正确哦。对，肚子饿了，没错，好饿，坏东西，这海绵蛋糕指一下饿吗？对，没事，我们今天这个下午非常的悠闲哦，我们挑竹心的歌，我觉得很适合。看一下，好，这首歌也一阵子没唱了，我不知道会不会忘记。那一阵子一直狂唱竹心的歌，现在再唱一下《红楼梦》，好吃。早起春轮无话讲。
嘛散失的步，让阮嘛使锁定落来。是谁来控制？谁来控制？偏偏那偏执，心情身体。无在听我的，两面好天，两面乌云，两面冷风吹来，两面弹泪，两面烧烫烫，虽然叽叽，也拢也袂离。怨妒怨妒 ，because of my hormone。快乐快乐 ，because of my hormone。起起落落 ，because of my hormone。哎呀呀呀呀，迷人的烦恼。我唱的好热。哦，早起出门，无化妆嘛，敢若面册等的下晡，犹阮只想要乖伫房间，是谁来控制？谁来控制？偏偏那偏执。心情、身体，若亲像是别人的怨妒、怨妒 ，because of my hormone。快乐、快乐 ，because of my hormone。起起落落 ，because of my hormone。哎呀呀呀呀，迷人的烦恼，狂妄荷尔蒙，哒哒哒哒哒，荷尔蒙，荷尔蒙，呀呀呀呀，荷尔蒙，荷尔蒙，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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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荷尔蒙。荷尔蒙，迷人的烦恼。哦，好松好松。有阿崔，等一下哦，他真的很爱跟我推这系列的歌。没有，我们已经唱过了，没有第二次机会了，不可以一直这样推。今天我要作为一个有选择权的女性，我是一个有选择权的女性。我不会再任由自动播放百度了，知道没有？我是一个有选择权的女性。今天的我精明干练，2.0的我非常有选择权，别想控制我。好啦，但是待会你那个自动播放出来的歌，我觉得很喜欢的话，勉强唱一下哈。有，我们嘟嘟嘟今天还会挑战，我们上次那个一球计划的部分拉差了，对不对？不会，我今天会把它唱过去，我今天一定会把它唱过去，对，应该啦，可以啦。一定要唱过去，那是我自己的歌曲，一定要很帅的唱过去。失败了几次都没关系，多练习几次，最后就是我的。对，又是宇多田，我们这个自动播放很爱跟我 push 宇多田。好，7835啊！感谢大家今天来这个悠闲的午后，我们今天继续来非常悠闲的唱歌，带着我2.0非常精明干练的模样，就是因为非常精明干练，我觉得我的嘟嘟嘟一定也是没问题的。那特别是今天我也要特别再来练习一下我们的天蓬元帅，我觉得目前现在这个嘟嘟嘟跟天蓬元帅，只要熟悉的话，大概我觉得专辑的歌曲应该 maybe 或许都可以驾驭了。对，是我的歌，我绝对要把它唱到好再更好。我今天的目标就是要超越我们的卡甲原唱。很难超越，但是我必定超越他，谢谢。又在讲干话。喜欢妹拉塞，好啦，连2首你得胜的歌，咱过来一首，咱过来唱一首得胜的歌。我们看一下这个伴伴嘞，有没有人做伴奏，好不好？伴伴嘞，伴伴嘞，无声带。宝宝嘞，有果然有人做伴奏，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我看一下哈，
而且这个宝宝雷的伴奏用的很像那个你歌我歌那个美女图哦，好酷哦！而且这个该怎么讲？这个明明是台语歌曲，它里面也是采用台文正字，可是这些台文正字里面又包含着简体字，这到底是心情很复杂，你知道吗？好吧，有伴奏了。然后其实宝宝雷的伴奏大宝是有丢给我了，对。来，我们来找那个歌词的部分就好哈。宝宝雷的歌词歌词，宝宝雷歌词伫咧遮，伫咧遮哈。什么包的要死？福利熊，你以为我今天不敢弄你是不是？反正制裁都制裁完了，你是觉得我今天不敢弄你是不是？有没有听到我在打字？有没有听到我打字？我很凶，我超凶的，一定要来相爱相杀是不是？啊，福利熊，小福利，福利熊，小福利，啊，福利熊，你弄不到我，福利熊最福利，完全福利，完全福利 ，Happy every day， 你弄不到我，你弄不到我。弄不到我，福利熊，福利熊，弄不到我。谢谢。我们下一首歌，宝宝嘞。我们下一首歌曲，宝宝嘞。谢谢大家，快唱，快唱，快唱，主题卡，快唱。啊！被宇多田光牵着鼻子走，怎么听起来也感觉不错，就是。我也是这么觉得啦，毕竟他唱歌真的很好听。听他我这么说，好像那个是福利，福利脸是吗？就是来下西拉塞，你看福利熊都没反应，我只要唱歌就赢了。而且为什么大宝老师你笑得跟孩子一样？大宝老师，我待会如果被怎么了，对，请你麻烦你带我转达，我很爱我妈，还有我那个存在感很低的哥哥，还有我真的很开心。2025年可以跟你们一起出这张专辑，真的是可以遇到你们，真的是最大最大的幸福。大宝老师，好，我的遗言交代完了，等一下我可能被消失，或者是那个频道突然就是被 ban 掉之类的，无遗憾了，好不好？来，宝宝来姐，无憾了，无憾了，宝宝嘞，搁站起来就好啊啦，宝宝嘞。哦，我心内有一个所在，是一片大海。我心内有一个所在，是一片水田，无云无雨，无风听海波动，有水价，有田的。想要遐困就倒转来，自由自在，无烦无恼。若是跋倒啊，就甲伊当作佚佗。跋跋咧跋跋咧，无啥代。爱跋跋咧跋跋咧，免去无歹哟。跋跋咧跋跋咧，免怨叹。跋跋咧跋跋咧，搁站起来，搁站起来，时间甲我咧接祖宗，机会甲我咧面相撮。若是安尼时，又搁无法度放弃的我。目屎青青的，头壳浮浮的，顶来啊，跋跋咧跋跋咧，无啥代。爱跋跋咧跋跋咧，免去无歹哟。跋跋咧跋跋咧，免怨叹。爱跋跋咧跋跋咧，搁站起来，搁站起来。
无烦无恼，若是跋大，就甲伊当作佚佗。咱褪车脚，照囡仔歌，出细汉的时阵，啥物拢毋惊。咱褪车脚，唱囡仔歌，唱细汉的时阵，跋跋咧跋跋咧，无啥代。爱跋跋咧跋跋咧，免去无歹。跋跋咧跋跋咧跋跋咧，免怨叹。爱跋跋咧跋跋咧跋跋咧，搁站起来，搁站起来。好，轻轻老痰。是魏思妍老师伊拉塞，我们大概有机会再呐喊一下我们他卡哦。好，谢谢。接下来是我们公主的歌。我被自动播放牵引住了。我烈酒女团公主，好被牵引住了，就被牵引吧。这一次，我要把长发弄乱，反正天再冷，躲不进你的胸怀。推开了你的手，泪流满腮，不怕你嘲弄，不怕你冷漠，此刻只想耍赖。这一夜最好先说出个白，洗脱得太久，傻女生也会学乖。喝不下这杯酒，苦涩来得好快，让你去做梦，让你去摸索，少女与我无关。我爱我盼，只可惜你不在。我爱说的从来只是幻影，从不存在。我爱我盼，只可惜你不在。说好彼此要真心对待，说过的话变成了负债，不能向你讨的爱，我怎能锁在心上？这一次我要把长发弄乱，反正天再冷，躲不进你的胸怀。推开了你的手，泪流满腮，不怕你嘲弄，不怕你冷漠，此刻只想耍赖。这一夜最好先说出 goodbye， 洗脱得太久，傻女生也会学乖。喝不下这杯酒，苦涩来得好快，让你去做梦，让你去摸索，让你与我无关。我爱我盼，只可惜你不在。我爱说的从来只
是回应从不存在。我爱我盼，只可惜你不在。说好彼此要真心对待，说过的话变成了负债，不能向你讨的爱，我怎能锁在心上？说好彼此要真心对待，已经证明撞上了冰山，不能为你留的爱，我最后忘得痛快。谢谢评审老师。就幻想自己在歌唱比赛，因为我以前学生时代很喜欢拿那个烈酒女团的歌，就是出来尬就对了。真的，三位烈酒对不对？三位烈酒女团的成员的歌，很喜欢在歌唱比赛拿出来炫技，你知道吗？超爱，而且这些歌曲其实拿出来炫技，你炫技的好，超加分。但是你要是啪掉，大扣分，你就连决赛都进不进去。真的。就好，我们烈酒女团对我而言是成长过程中别具意义的唱歌老师。对，没有机会跟他们学歌，但至少就是有样学样，他们怎么唱，我就跟着怎么唱，就这样。对，用最笨的方法。什么一直让你砰啊？在砰什么？今天的我绝对是精明干练，谢谢，谢谢大家。烈酒女团，对，虐酒女团，虐酒女团，好可爱哦。好，接下来我最近歌会疯狂把我专辑的歌拿出来唱，我就是要一唱再唱。对，音唱错了不要紧，我要很熟悉这首歌。啊，真的吗？啊，我的天啊！哦，好想去哦 ！Oh my god！ 哦，好，没事。啊，没有一场活动有公关票，我在想说要不要去。哦，好，没关系，我等等想一下，我想一下。哦，Let me think， 对，让我想一下。好，我们继续来把我们的原唱曲的歌，那些比较娘娘风格的，先来唱一轮哦。我们娘娘风格的歌曲。对不起，打个嗝。对不起，满满的空气在肚子里。好，把我的伴奏开出来。我们先从祝生开始吧。我们的祝生呢，今天上了我们接生的每日一首，你们知道吗？哦耶！我真的觉得，我们接生的小编真的是我们频道的友军。但是，真的今天仔细思考了一下，再加上我们频道在讨论这个第二 B 专辑的留言串。长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推了好多首，但怎么样就是没有推到林北精明干练。我真的觉得真是太可怕了。仔细思考，这个小编应该是面线的友军，不是我的友军。太懂了，你知道吗？啊，制裁不了你吗？对啊，应该制裁不了我啦，应该啦。不是吧？制裁不了我的啦。应该啦，不是啦，你要干嘛啦？不是啦，福利熊，你不用再送暖了啦，不用啦。欢迎你们的降落，欢迎来到猪猪的频道啊！欢迎，今天是猪猪非常悠闲的歌回。我今天开启了我 2.0 非常精明干练的神情，迎来了非常精明干练的你们啊！是凯赛特，谢谢你哇！只要笑着就会赢到最后一刻，对吧？我们的科赛特的笑咯，我们迎接我们非常可爱的科赛特来了。我每次看到科赛特都想到他金币奖
那个非常自信、非常开朗的模样，笑到最后一刻，他真的好可爱哦！而且科赛特的企划真的很推荐大家要去看，真的超有才的，真的欢迎我们很有才的科赛特降落到啾啾的频道，非常荣幸可以认识您。不生气的话，请收下啾啾这个又大又亮的扳手，我已经擦得非常非常的明亮了。请收下，这不是姐姐怪怪的东西，姐姐不会递怪怪的东西给我们的新朋友，不用担心，对，一定都是好东西的，好东西哦，科赛特，很棒的，你相信姐姐对吧？收下吧，那一根真的很棒，好吗？欢迎焦糖的降落，科赛特，谢谢你。然后对8月1号先生欢迎降落，然后青丝，谢谢你们的降落。吉米干练，对，没有吉米干练他吗？有没有可能？因为我老师，你这种生而为面生的友军实在是完全都不藏哎。好，我老师，你就等着收到我们1月份青花椒芋泥塔，你就给我等着。而且三清板板那边吃完之后，请你先吃一个，知道没有？谢谢鸡奶的降落，然后谢谢欢迎降落，没错，神谕，谢谢姐姐啊，谢谢啊，太硬了吗，赛特？我觉得姐姐的这个硬度刚好，这个想要敲那个300秒、600秒，对对，随喜啊，随缘随喜啊。等一下，科赛特不会是我的友军吗？为什么？我觉得科赛特笑到最后一定都是我的友军嘛，我们一定是赢到最后的那一组，对不对？收下来就会变得什么？可是他收下了，我们科赛特收下了，对，一定会是笑到最后一刻的会是我们吧，对吧？对吧？好，我觉得我还是不要讲话好了，总觉得怪怪的，哪里怪怪的？好啦，我刚有准备要唱我们的祝生，科赛特，谢谢你的降落。接下来猪猪这一趴会努力的继续揣摩我专辑所有的歌曲。那很多观众会很可爱问猪猪，你都录完了，你还不熟吗？我跟你讲，半年内要录完11首歌，基本上是快速记忆法。现在我努力的在专辑出了之后，把它变成肌肉记忆。对，但是我觉得做声音应该已经差不多变肌肉记忆了。我觉得现在需要变成肌肉记忆的是其他很多首歌曲。水洗跟日晒风味不一样吗？哦，说到这个我都喜欢，对，我喜欢带有一点苦涩，一点坚果可可味的。哦，肚子好饿哦！等一下，瑞恒经理，你怎么了？请问有何高见？有何指教？然后就是猫皇伊拉塞，谢谢你们降落到猪猪频道。然后不生气的话，我们丢逼专辑已经在12月24号在各大串流平台上市咯，轰动97咯！欢迎大家不嫌弃的话，都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去寻找卓伟丢逼专辑哦，好不好？然后今天很开心在接生。我们上了每日一首，就是这首歌叫做《祝生》，来，我们来把它放出来唱哦。一首《祝生牛牛》，请恁甲咱保庇，甲咱祝福，吼，来吧。还没听过的朋友不要紧，唱给你们听。清风下过面，巷仔灯火冷，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的人，敢会当幸福？祈求这个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
是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思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心路，啥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是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思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下将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月亮像这好，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是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甲咱思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心思乱。有因相像，无因自食，惨一半囝拢生咸正，总是会有一天，咱会看天开光影影，后红搁兄一领配相换。自细娘娘啊，多谢你的宝贝。袂歹哦，咱科赛特台啊，都是新杯哦。这是2.0的我今天精明干练哦，马克先生。科赛特蔡哥、敏哥会也很厉害了。对，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灵巧的存在，就跟我一样精明干练，对吧？我们这个是非常精明干练的组合，一定都是笑到最后的，对吧？冰有伊拉下你，我觉得我要被刁了。我觉得在那之前，我先换其他首歌，我就没事了。お久しぶり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ようこそ理科の枠。今日は歌枠なんですけれども、嬉しゅうございます。こっちが嬉しゅうございますわ。好，没事，刚背到。对，我真的觉得2.0很适合玩这些奇奇怪怪的那个姐姐游戏，我只是单纯这样觉得。好，就是这样。好啦，咱来做些唱了啊。算了啦，我们下一首歌。你们觉得我的嘟嘟嘟这次会不会成功？我上次死在哪里？我看一下哦。咱来嘟嘟嘟几百，我要把它嘟过去，没有嘟过去，我就是猪。对，本来就是猪，本来就是。我看一下哦，我们接下来挑战一下我们上次
暗吉卡，大家位头人是伊名，毋是你讲的肉卡是斗掠定。我出台湾歌，写甲徛遮名，上台青海关山，我收行。那你遮好打，我当耳孔卖找少靠牵拖。台湾制作，普罗是着我，脚踏实地无咧戏，我直个那么照行。少年呢，锁伫我的探早，我是迪卡，脚只敢若试出，特别急兵，特别一出一特别一出一发，特别急兵，特别一出一发，就是这里，上次卡到这里。卡只敢若试出，特别急兵，特别一出一发，茫茫一路到下头来有你个有我，茫茫一路到下头来有你个有我。姊妹啊，锁伫我的探早，我是迪卡，去一万只风花，特别急兵，特别一出一发，天门牛牛角角特别有当然出声很难呢，你们知道吗？哇靠，百发百中诶，马克先生要不要这么神准啊？然后2.0会有颜面失调吗？我觉得他可能不是那么灵敏，对，他只是我知道了，2.0他不是颜面失调，他只是想要保持一个精明干练的面容，对，因为3.0看起来实在是太可爱、太笨了，自己讲，我们2.0必须要保持一个精明干练的面容，知道吗？对，这2.0可以这样玩了吗？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啦，只是我觉得这个很福利耶。对，马克先生支持的太准了。好，我们就在这么准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来把嘟嘟嘟唱过去。谢谢今天降落的各位朋友。我上次的嘟嘟嘟落差了，你们觉得我今天会不会成功？好紧张哦。不成功变成猪，对，不成功顶多就变成猪而已啊。特别急兵，特别一出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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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急兵，特别一出一发。我当初练的时候是这样练的，特别急兵，我是迪卡，我是迪卡，卡只跟他切一叉，特别急兵，特别一出一发，可以啦。少年呢，锁伫我的探早，我是迪卡，卡只跟他切一叉，我是迪少年呢，锁伫我的探早，我是迪卡，卡只敢若试出，特别急兵，特别一出一发，茫茫一路到下头来有你个哇，特别急兵，特别一出一发，不可以忘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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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加油！读过去就不会对，要是翻掉了就读过去就好了啊！买一张彩券，好，马克先生，对，快点买一张彩券，如果不小心中了乐透头奖的话。意思加一下高阶会员，谢谢。特别急兵，特别一出一发，到时候练好久哎。来，我们来试看看会不会成功哦。而且要再次感谢我们大宝的声音，吹咯 ，Come on， 哎呀，好紧张哦。相信讲，不是咧捧红，都先讲咯，你着爱听惜。代志讲我，暗心在打动，三来黑白母，才会嘟嘟嘟。你讲就是爱我，成功的笑容，甲我捧甲捧捧，才使当阿乐。哎呀，小姐爱注意形象太有要紧，音乐吹落去做伙蹦动，下直打滴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阁想实在。安吉卡，大家会听人是第一名，不是你讲的肉卡是斗掠定。我是台湾歌，才甲徛遮名，上咱青海关山，我收下。哪会你遮好打，我当耳孔卖找少靠牵拖，到这做突然想着我，脚踏实地无咧戏，我直直在照行。少年呢，锁伫我的探早，我是迪卡，脚只敢若试出，特别急兵，特别一出一发，茫茫一路到下头来有你个我。姊妹啊，锁伫我的探早，我是迪卡，去一万只风花，特别急兵，特别一出一发，天门牛角角特别有当咱出声，我是小心讲，不是咧捧红我成功了，讲了，你着爱听啥咯？哪有烦恼？做你甲我讲，三来黑白母啊，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阁想实在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啊，咱的脚步嘟嘟嘟嘟嘟，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阁想实在。你讲
就是爱我成功的笑容，甲我捧甲捧捧，晒晒等阿乐。哎呦，小姐爱注意形象咯，不要要音乐，吹落去做伙蹦咯。Everybody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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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专心了咯，在脚步，啊做伙斗阵d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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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做成坚强免甲想想这 ，Come on， 大宝。康放太客，人哋公司，是大家咱就行落去。出面口味我做大意，脚头山确实有神明啊，妈祖的精神咱太劲咯。我妈妈着快前走，阿叔馒头着甲弟兄，台湾囡仔向前冲，阿妹大弟嘟嘟嘟，跟妹妹做伙来跳舞。哦，感恩感谢罗拉哈，我是忠心公，啊真正无碰风，老成功了，你着爱保守，代志讲我，暗心甲乐动，啊早来黑白舞，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啊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阁想想在。我小心讲，啊真正无咧碰风，老性感咯，你着爱保守，啊代志讲我，暗心甲乐动，啊早来黑白舞，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啊咱的脚步嘟嘟嘟嘟嘟，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阁想想在。好好玩哦，马克先生，谢谢你！你今天是想聚集全部的人吗？哦耶！嘟嘟记到记耶！是我们的宝宝老师，宝宝老师有过吗？请问各位敬爱的评审老师们，你们为了我转身了吗？你们的按键按了没？按了没？全部都给我转身！我现在满身大汗了，值得转身了吧？谢谢宝宝老师，有啦，有过了啦。哦，谢谢科赛特，我现在满身大汗，会不会唱到站起来跳？可以，没有问题。我们久坐伤身，我们这个职业每个人都久坐，好，就建议大家起来跳一下，嘟一下，好，不要那么伤身，好不好？谢谢马克先生送出的10个会籍，我们嘟过去了，耶！都 2.0 唱歌是真的稳，是不是？我们下次只要再次挑战嘟嘟嘟，我们那个 3.0 有点砰砰笨笨，那个脸可能没有办法唱嘟嘟嘟。3.0 的脸我们不要说他笨， 3.0 的脸太过于单纯，他应付不来，就是可能要这个 rap， 然后再加上可能又要防守防御，你们就是对，时不时就是爱护猪猪，时不时疼爱猪猪的言语，对，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么灵巧。那这么灵巧状况下，我们还是交给 2.0 好了，5星好评，谢谢吃宵夜5星好评是吗？那个顶天了吗？谢谢。哦，真的是不枉费我那个时候，真的我其实不晓得我要怎么练只是还好那时候大宝老师，因为他本身他是很低调的 B-box 教父，他很低调，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大宝老师给我一些建议之外，然后巧巧也很热心啊，就是我跟你讲，你这里要这个怎样，其实我已经忘记他们怎么跟我讲了。我只记得后面好难哦，尤其是那个我是迪卡卡就刚才切叉特别个冰特别这几个话，妈妈最多刚想到的5个哇，这里我练超久我是迪卡跟前面讲红话特别个冰特别这几个话，听不牛刚刚特别我在那出声，超难，就觉得说这首歌我应该没办法唱现场吧。对，即使刚刚其实有唱过去，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音跑掉啦。如果真的要玩现场的话，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觉得我们 Double 沈老师会有办法帮我配出有办法玩现场，然后也很嗨的版本。我在想，好开心哦！谢谢你们陪我一起嘟嘟嘟，我们唱过去了。所以啦，接下来我们下一首歌，我们现在都迎来了毛毛老师了。来，毛毛老师，你的 NC 我现在还在努力的肌肉记忆。来，我们今天再来 try 一下 NC 是我公认这个专辑的大魔王，因为它太过好听，但是它又太过难唱。它太好听又太难唱，而且这首歌的词非常非常的有意境，
有意境之外，魔王级的难唱，这首歌的词算是我觉得整张专辑里面最难唱的。对，难唱到我真的觉得我不会台语，但是我不会放弃啊！感谢你们的5星好评，感谢聪聪惠子一棒敲出来了，谢谢你们。所以马克先生这是奖励猪猪 rap 唱过去了吗？那我们现在来安静一下我们的身心灵，把身心灵交给香菜。把身心灵交给香菜，我不会好小，因为这首歌真正的歌叫做 NC 啦，吼，我们现在把身心灵安详的交给这首歌吧。我刚的嘟嘟嘟怎么？等一下，我刚的嘟嘟嘟，我的歌单没有嘟嘟嘟，等一下，不好意思，塔瓦，你今天在帮我整理歌单的时候，记得嘟嘟嘟，它存在，而且是成功的嘟嘟嘟，我怎么没有把它加进去？奥地利，你的精明概念呢？没事，莫急，莫慌。对，我相信我们汤娃会帮我把嘟嘟嘟加进去。我们先来 NC 一下，把身心灵交给香菜。春草犹青，冬雪再冷无了时。你的脚步行头前，看袂着我黯淡的表情。黄昏的红光照雨顶，灶脚的花粉透天顶。有原始的记忆，你爱缘随脚也把面，切一半我的情意，搁是我的痴心，酸甜苦咸杂拌到人生。看你去定来问花甜，望你真正了解我的心意，我有影甲一切拢交予你。抽尽时遐花叶，坎瓜滚才多年，心煞已经走未去。一顿饭吃完，咱就来相识。我已经有勇气放你离开，这对冰天我地，不愿再甜。梦魂稀微是最后的滋味。花娘的青光照窗边，饭菜的油香拖家饲，犹原是放袂记你对我的海誓山盟。望你会当了解我的心意，我有影甲一切拢交予你。抽尽时遐花叶，坎瓜滚才多年，心煞已经走未去。一杯酒饮落，咱就来相识。我已经决定莫甲你拖累，这门平淡天开，过百苍
伫云顶，又可是无眠的暗暝。若未来你搁再回头想起，我想要做你远海的烟水，微微仔的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袂搁再斗阵，请你一定要照顾你家己。予来天较细腻，唔通搁伤悲。真心就阮是最后的做起。哦，这头发已经整理好了是吗？大宝老师现在好瘦吗？哦，所以你们看过大宝老师比较圆嘟嘟的感觉吗？我是应该说去年才第一次见到大宝老师，我不知道到底这样子他到底是胖还是瘦，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都是非常巨大，2倍的巨大，因为他本身就很高啊。他跟娘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存在感的一对，因为娘娘也高，大宝老师也高。什么英文比我胖？我觉得我今天应该是精明干练占大部分，应该对，不愧是他哇，一键3连吗？毛毛老师，我不知道我唱的好不好，因为我一直努力的在熟悉那个咬字，对，我觉得可以再更好啦。然后总之感谢毛毛老师做出了这么棒的 MC， 这么棒的香菜，让我的肚子好饿哦。对不起，我真的饿了，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啃苹果伊拉塞，今天是非常精明干练的歌会，我认为应该 maybe 或许是好啦 MC 完之后呢，我们来08精明干练，我精明干练，我的精明干练，没有关系，我们接生的小编应该是忘记了，对，应该是忘记了什么，我现在把它唱回来，只要我不会忘记我的精明干练就好了。我今天这么的精明干练，我一定要把这个08精明干练打上去。那个真的很好笑。我们来精明干练一下哦。马祖啊，第二个，请您保庇我，寒心顺利，流量高声，他们们，我们感谢吗？窗我天光甲起我的灵魂，前路是梦想，我要搁再失魂。增加世界，当我现身。爱大意，那个个就你一句大意你。精明的开大心往山顶讲价，明仔载才过来大家搞早。敢讲你我，就是命中注定，人生牵手，就算伫天边海角。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伊耳聋人。精明干练，老师你说的是我对吧？08精明干练，我们可能是面线友军的街边。可能推荐不到精明干练，但我自己推荐我的精明干练啊！哦，精明的开大心往山顶讲价咯。
再唱歌来大家，哦嘿呀，ございます。刚讲你我，就是命中注定，人生牵手，就算伫天边海角，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伊的憨人。人生的路起起行行，不过也是有你甲我相伴作伴，就算阮命甲我考验，嘛袂搁逆行。讲讲你我，就是命中注定。人生牵手，就算伫天边海角，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伊的憨人。来，咱即马准备要降落啊！哦，是倒要得到，是家己是要得个大声呢？拜拜，嘿嘿嘿嘿，后面那个叮，好可爱哦。原本有2种版本啦，一个有加，一个没加。然后大宝老师丢给我选，然后我说我要这个，我说我要有加的，好可爱哦，就加起来就超级可爱的，喜欢。谢谢知名干练，我自己推广我的知名干练，谢谢大家。好快，时间来到3点45分。不行，时间不够啊，这个时间不够啊。我们接下来天蓬一下，因为天蓬跟嘟嘟嘟是我希望能够快点熟练的其中2首，因为它不会马上就让你唱得很好，但是你就是每次开歌会最好都唱一下，让他去习惯。真的耶，我有时候练某些歌，我真的要练完之后，我要整整唱歌会唱它1年，我才突然知道说，哦，他原来可以这么唱，我又唱得更好了。但是要在1年之后，你知道吗？但是在这中间，你就必须要不断把它开来唱，哪一天你就融会贯通了，就可以啦噻。你们这群大弟弟呀，感受你们专情，来天蓬元帅上好大给。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献给你各位弟弟之歌，很臭哦，超臭，真的非常臭，听完不准退订哦，非常之臭，而且他把我心目中理想的不解舞曲呈现出来了，非常感谢西瓜老师以及大本老师，いきましょう。唔通搁后悔，你的反背予我无路可退，咱已经付出这多代价，过去的山盟海誓拢是空话，莫讲要插话，希望你对我较坦白的，你捌讲过我是你的世界，安怎又包围的假如会受到你的dam的？讲咱两个真正有遐尼大的差别，天荒娘娘失去的一切，打要来带紧顺手万倍，假讨因爱自由，我今日甲你敬，因爱迄歌情话爱是遐尼爱 dirty， 若比则讲无爱，嘛是无要紧。We just take a party and remember the moment， 天荒当作红心上客，喊你的花名喊阿哥爱，天荒当作小妹情话，就愿我心经世，伊较改做失去控制，袂搁再有机会，若是后世人会搁轮回，伫这个花花世界，咱莫搁相会。
段了，超喜欢，超有的。台湾，莫讲别错话，希望你对我较特别的。你捌讲过我是你的世界，安怎又把位的家己会受到你的疼呢？刚好啊，这不是竹子哦，天哪，这是竹子，落雨的登家才对啊！天父娘娘啊，又用到了啦！等一下哦，我这里打特回，等一下。我改一下，我知道为什么会翻车了，逐字稿不太对了。是遐尼的 CD， 那你这久无爱，嘛是无要紧。We just did a party, I remember the moment。天空降做，红心上客，喊你的花莲卡去讲早已经。天空降做，笑得真花，就阮的歌声一生一世。天空降做。无够放飞，身边只剩你一千颗蛋呢，含你粉底是我的水价，叫我你万心万世，拢找无人陪。我觉得这一趴我应该是要请3.0过来唱的，实在太适合了。2.0你的脸完全不适合唱天蓬元帅，你的脸不够帅，因为你的脸不够蓬。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我们3.0来诠释，够蓬，够实在。啊，难怪又翻，我自己的逐字稿整理错了啦，我看一下哦。莫讲别错话，希望你对我较特别的。你捌讲过我是你的世界，安怎又把位的家己会受到你的疼呢？落雨的，对啦，这里是落雨的登家，落雨的登家，只有我一个人世界走做。你早就无顾安又白，甘心掉伫火葬内底，早就已经你白。阿玲爱注意，我要教你第件事。因摆迄歌都表 baby 是遐尼爱 CT 吼，那你遮讲无爱啊，嘛是无要紧。We just had party, I remember the moment。谢谢大家，又是个翻车的天蓬元帅，怎样啦？我跟你讲，我这次很蓬，但是下次一定就很帅，知道吗？我这次留下次就蓬，但下次再唱，我的逐字稿整理好了，下次就只有帅，知道吗？就只有帅。可恶，可恶！好了，时间来到3点51分，我们再来练习一首看一下。紫，好，这个也是要疯狂练习好多次的。紫 ，Murasaki。来，我们这些台式情歌、台式悲歌非常难唱，我们要努力的把它变成肌肉记忆。就跟我肌敏干练刻在我肌肉里的肌敏干练一样，很重要，非常的重要，非常。等一下，你说天蓬元帅没办法抽到塔瓦吗？我也这么觉得，因为他真的很专情，我都知道。我都知影啦，真正是就专情的啦，塔瓦。是，就唯一真的是很难得的纯净之躯，凑不到的塔瓦。我们他总，我们年资排行第一，而且你们知道他年资到多少了吗？他真的迎来耳顺之年了，耳顺62个月高阶会员，让华家催泪。这个高阶会员到底怎么加了？可以加到可以加到62个月？不是，本频道开台是迎来4周年了，但是我跟你们说，我的高阶会员还没满4周年哦，我的高阶会员好像要在4个月才会再满4周年嘛。那么说，这些时光旅人呢，基本上我们仔细来算算啊，这个例如我的频道的高阶会员也是在我的频道就是收益化通过之后，马上开了这个2022年的这个5月开启了这个高阶会员的话，到目前这个2026年的1月22号的现在正确来讲应该是几个月啊？
抽到差点往生。刘妈，其实我觉得刘妈也算是蛮专情，就固定那几位，对。但是我们真的凑不到，这怎么凑都凑不到，就是他哇，完全无感，你知道吗？这首歌对他哇而言就是无感，你知道吗？去别台真的完全看不到他哇，他就是如此专情。但去别台很多人就是没看到他哇，我知道，对，实在太专情了，你知道吗？对，他哇，你干嘛用第三人称讲自己？对，你想想看，好，我们2025年的5月，3年好了，3乘以12，我的算术即使再烂，对，老师我在算数学，问专心，36个月就是3年嘛，那3年36个月，5、6、7、8、9、10、11、12、1，我们再加8个月，对不对？36加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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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我应该没有算错吧？如果是很专情的加入本频道会员，你们正确的年资应该是44。但是我们他娃这位时空旅人为什么会跑到耳顺之年呢？这个关键来了，他为什么年资有办法62个月充当我们年资总冠军呢？好，选股大哥，我刚刚很努力在算数学，我刚刚很厉害的把那个36加8成功的算出44了。等一下，太久了。这对我也是正常的秒数，这对我也是正常的速度，不准吹。等一下，这对我也是正常的速度，知道吗？不是，我不是在做效果，不是，我真的很努力算，白夜，我真的很努力。对，然后猫皇说：“主播，我只是看你从入学到毕业吗？哦，入学到毕业吗 ？OK 啦，都已经5004岁了，而且我今年要迎来5005岁了耶，好像是哦 ，OK 啦，是不是？你们看800年什么的都没问题啦，对不对？那数学。”你这算数学功，我真的，我真的，我震撼到夫人了吗？好荣幸哦！我竟然因为如此知命干练，然后让5000老师的夫人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真是倍感荣幸，谢谢。最后还是错的效果，我跟你讲，要是老娘今天要做效果，我一定算错，但是我算对了，这不是效果，我是很真诚的算出了36加8等于44，我很真诚。对，Olay 先生。他算数学的，等一下，生日宝贝，你是我的友军啊！100减22本来就等于88，不准反驳。哎呀，直播调整，以为在转圈圈，对不对？就是 F5 回来，还是继续同一句话 ，F 再 F5 一次，还是同一句话。等一下，好啦，对了，所以我想说的是，欢迎有兴趣加入我们高阶会员的，爱用我们绿界充年资之外，年资会有不定期有一些福利活动之外啊，一下加12个月，还有我们的蛋糕哦。这是我非常和平的芋头蛋糕，太和平了，好像震撼不到你们。我难得做这么和平的蛋糕因为通常我们家的面线他们很辣，我不能说他们坏，他们很辣，他们蛋糕可能要加辣椒、青花椒、皮蛋、香菜，杀不倒他们。这个月突然来了一个这么和平的芋头蛋糕，好不习惯哦，好不像他们哦。对，但是我们迎来了就是非常和平的薄荷生日，我们和平一下啦，是不是阿意思？都是安呢，而且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待会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尾牙一点都不涩的那个彩加码的那个是我们广印阿印师，其实也是加码的委员之一哦。我待会秀给大家看。对，100减22就等于88，就是这样子。好啦，我们最后一首歌紫，我们紫完之后，什么叫紫完？紫完之后我们要公开一下，也不算公开啦，其实有些大家应该都看过了，但是还是跟大家聊一下，我们下个礼拜5要尾牙抽奖。然后会有什么奖品嘞？
犹原是满山的寒梦，山已经看袂着你远去的形影。时间跟你行，留我一个人在这。笑笑的苍穹渐渐红，若亲像过往咱的红唇相探，一色长头鬃轻轻在风中飘散。爱永远做伙，彼当时袂负讲相识。对你的感情，要是藏心肝底，莫搁试白。花燃起，若像咱的爱情，过往的回忆，跟雨水来离开。今麦的我，早就已经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袂搁再相见，相见。对不起，我刚唱错歌词，谢谢8月1号先生的科普哦。浅笑的天光渐渐红，若亲像迄时咱双手相拥，一色长头鬃踮伫旧梦中流芳。对你真歹势，今麦我已经无机会，永白的感情要是藏心肝底，莫搁怨切。花若离去，亲像咱的感情，过往的回忆，对露水来消失。今麦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就到这为止。少年爱情，恐惊等后世纪，我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今麦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煞不知安怎放弃我单纯的心意，心意。亲像咱的爱情，过往的回忆，对雨水来离开。今麦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袂搁再相见。咱的zan情已经过千万年，额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词，散落做袂散的回音。我的爱情，袂搁散去。
来刷了来了，咱工商服务时间哦。哦，咱台湾家这条空商区，咱吹落去吼。来，咱工商服务时间，今仔日要工商服务的物件是啥货咧？来，请等我一下，我开一个咧露手手的视窗吼，甲大家介绍一下。咱后礼拜5的8日爱抽奖咯，爱拍下嘴嘞啊！爱抽啥物奖啊？奖项怎么讲？好啦，爱抽啥物奖咧？等下我找无迄露手手的视窗伫倒位咧，咱咧涂层，咱雄放弃咯！啊，伫遮啦！Hello everybody， 咱后礼拜5。等8日来抽奖咯！来，进来，咱刷一个位吼。等一下，马上好。等一下，而且你们帮我听一下，咱的这个台湾家己底下的 BGM， 刚会收过大声咧，若是要，咱就随吹落去咯。等下我面互人扎起来，对，不行，等一下，稍等我一下。好，我即摆伫遮，我即摆插档遮，安尼讲言子，我即摆插档遮，好哦，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调和。等一下，我怎么进去了？等一下，放我出来，不需要这么进去啊！等一下啦，好，出来，哦，出来啊，对，抽出来一点，对，没有错，太进去了，不需要哈。等一下，我在讲什么？我抽出来一点，对，好 ，OK。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5迎来我们株式会社年度尾牙哦，一样哦，是跟之前一样，我们会有表单，而且会有一路发，就是我们168一抽，好不好？168一抽，然后最多也是10抽，也就是说，很多大佬都会觉得1680 10抽之后他就不能抽了，实在太少了。没错，本频道就是依旧是这么的良心，好不好？但是你10抽1680投完之后。你还可以送暖哦，你还可以就是互相送暖迫害哦，好不好？对，然后这次也非常感谢本频道大佬9成台湾的9好难比哦，我比这样好了，来日式的9成大佬呢都一致通过我们的高阶会员回馈，相爱相杀，血流成河，哦耶！今天秀出来的时候。摄影大哥，不要这么进去，这样子吗？我没有开车，我最清楚了。什么我都不知道等一下，我的巧克力怎么掉了？等一下，不是，我的台日友好巧克力不见了，我的台日都不友好了。好吧，这个我跟你讲，接下来要跟大家公开的是，义美没有赞助播出。这个是我自己收藏的台日友好巧克力，哦耶，爽啦！好，就这样炫耀一下，这不是重点。对，这个是我很开心，我可以收藏到，就这样。这没有要抽奖。好的，本频道由义美没有赞助播出哦，先放到旁边去。然后把就是我们可能会抽的奖品啊，好香！抽的奖品，这是其中一个我们福利版悠游卡啊，掉了。等一下，我应该是要精明概念打开，为什么掉了呢？那掉都要剪掉，知道吗？刚刚不是我，好香哦！这个是福利版限定哦，也就是说，之后我们会上架的悠游卡，它这个是挡起来的，也就是说，这个胸罩部分是衣服拉起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彩特别制作给各位的福利限定版，也会出现在这一次。我们的抽奖奖项里面哦，对，单纯想炫耀耶啊，好炫耀耶！没有出，但是它现在已经没得预购了，少啦，只有我有，好欠揍，好色，想要吗？目前这一款悠游卡，就这边好像只剩最后3张，但是我们会抽其中1张起来。做抽奖好不好？这是非常福利版本的。好，那未来在通贩上面的一般项的悠游卡的这个不带夹的部分是遮起来的，拉起来的，对，所以这个是尾牙限定版本。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彩，对，真的很香。然后又怎么又掉了？我今天知名概念的皮怎么可以这样
一直掉，对不对？好，这是其中一个奖项，刷了来。奇怪，怎么都是色色的东西？但是这个不色，它只是想要让你们知道，请帮他穿上胖次。好，我们这只市价要188啊，不是188，对不起，1800，很贵的胖次。我们这次也会试出一只，奇怪，怎么都是色色的东西？这样摆在一起，奇怪，本频道的经营风格不是推广本土文化吗？怎么怪怪的？好，他不怪，他只是没有穿衣服，他穿起衣服很美。这就是希望你们买回去给他一个温暖的家之外，还记得帮他穿衣服，要穿像猪猪这样子哦。这个内裤啊，这个胖次要帮他穿上去，知道吗？这很重要，要帮他穿胖次。但没穿胖次，你看好可怜哦，是不是？我们这个如果抽回去的话，记得帮他穿胖次，好吧？那个手套帮他套起来，这样冬天好冷。在外面就是不要让它风吹日晒，还没有穿胖次跟手套，要穿起来哦，不然这样，哎呀，你看这肚脐好可爱，真的。等一下，我今天只是想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抽奖的品相怎么怪怪的。我们这样好了，这样比较不怪，但这样真的很怪，这样真的超怪。等一下，我突然觉得我们奖项有点微。好，没事，我只是先把比较福利的东西先放出来哈。好，没事。好，本频道一向坚持正常向，老少咸宜，从0到3岁，至我们的壮世代，70、80岁的长辈们都有，好不好？对，你们冷静。对，你们总之有抽到的哥哥爸爸们，把它带回家，记得要穿胖次，知道吗？好好穿上它胖次。好，接下来。接下来就是我们彩主委加码的，好美哦！我自己很想要留这个钢铁版的，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大家比较喜欢钢铁版啊？因为它这个其实都是铁质的，只是它这个就是比较该怎么讲？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它是白色的，它是银色的，就是这样子。听君一下，如听一席话，我介绍完了。这个我不知道怎么介绍它是铝合金吗？它是铝合金，铝合金。好了，我把它拆开。我对这种阳刚的东西最不熟悉了。然后这个后面还有这个，就是支架。它包的好好，我觉得我是不要拆开好了。是吧？唯一的是，我觉得我很单纯啊，大哇，脑少嫌疑，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然后，好，就当做它是铝合金吧，乱讲，就搞不好不是，然后一直要说它铝合金。钢铁我可以自己留吗？真的假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喜欢钢铁版本呢。总之谢谢我们阿印师跟彩彩的加码吼。这个其实赞助爸爸是阿印师的样子吗？然后跟厂商联系的应该是彩彩。其实我不知道。总之是这两个非常跳痛的组合，帮我们把这次的尾牙奖项的这个钢铁版本的这个很阳刚的东西，男生喜欢的这个奖项做出来了，谢谢两位。自用的话就可以拆开来示范日式。因为我在犹豫，大家如果比较喜欢银色的话，那我可能就怎么办啊？对啦，是要留一个给我，可是因为银色就只有一个，我在想说，万一大家比较喜欢银色，就可以放银色抽奖出去。半价好了。我们开一个白色的，好不好？我想说银色，如果大家比较喜欢，应该就会抽奖出去了。哦，水灵宝贝，其实我比较喜欢白色，是不是？是不是应该是我想太多？拆开了。然后呢，这个要怎么用啊？给抽中的选哦，好像不是不行呢，牛妈，的确呢。
因为我现在拆开了一个白色，那还有一个白色跟一个银色是还未拆的。哇，你看拆开的感觉，就有一块铁板，你可以去打你讨厌的人，知道吗？讨厌的人打下去，知道吗？然后，怎么办？他这要怎么装啊？好，我决定呢，非常有智慧的你各位一定知道怎么装啦。对，这个的部分，我觉得就抽中的人自己回去伤脑筋。对，就这样，抽中的人自己回去伤脑筋啊。我不知道怎么抓，完全，我就最怕装这些东西了。我最怕装这些阳刚的东西了，完全不会。然后很开心，这次猪猪自己曲绘的这个猪猪自己画的这个75C 的这个曲绘，应该是未来还有机会做成一个正式的 PV 的话，会再公开。然后总之这次我们抽奖是猪猪75C 最 sweet 的那首歌的这个曲绘作为这个奖项的图哈，真的好美哦！啊，好喜欢哦！总之谢谢彩彩跟阿印师的加码，非常感谢。好，咱刷了来嘞，其他的奖项放在外面，我只是想说比较重点的跟你们讲一下。然后重点是还有就是我们高阶会员回馈的相爱相杀，你们自己斟酌一下，看要送暖给谁哦。然后总之我们下个礼拜一样会开放表单，因为呢猪猪只会土法炼钢的方式，也就是说要抽奖以前，我可能要把大家的所有的名单复制进去我们的转盘里面，才有办法转。那在那之前一个一个打字实在是太累了，所以以往嘛，往年都是开一个表单，然后置顶在这最上面，对，置顶在最上面，然后大家就是有投1次的就帮我填1次，有投10次帮我填10次，谢谢，不好意思。然后我这边也开放，就是说有一些观众，毕竟大家都是1秒钟几10万上下的总裁大佬，甚至是主管大老板之类的，可能没有时间低台享受整场的尾牙，那我们也开放说求救系统。什么求救系统？就是你就直接在聊天室说，哦，我刚丢了10笔，但是我没有空填单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非常自发性的小精灵可以过去帮您填写。对，我们面线们非常非常的亲切，对，甚至那天会有人特别就是请假要过来看这个相爱相杀的厮杀。对，那如果说你也想参加，但是那天可能忙不过来，然后投了几笔没有办法填单，请务必告诉我们聊天室的各位，那我会附送一下哦。我们那个谁，好，例如说我们的新朋友，我们的那个瑞恒经理，然后他投了10笔，那他现在没有空，他放1秒钟几10万上下，他现在要去次训他现在去带他的新人了，对，那新人犯错了要好好调教一下之类，他没有空来填写我们的表单，就求救一下，我就说好，那请问现场线上我们看有哪一位小精灵可以帮忙填写之类的也是可以的，对，我就觉得大概是这种感觉，好，大概是这种感觉，谢谢大家。然后还有猪猪总算飞出去，然后可能没有买错门票的日本行，谜样伴手礼会带回来，然后还有相爱相杀的回馈嘛。然后我想破坏其他人也可以赞助，然后听上对方对，没有错，好吧，果然是我们高阶会员最专情的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表单里面也开放你想要送暖的人，对，那你们一定会觉得说想迫害，怎么会想迫害？送暖都来不及了，你看怎么看都是福利啊，怎么会有迫害的东西在我们里面呢？哎呦，我们的高阶会员就是我们通常尾牙最喜欢的相爱相杀压轴，因为我们的高阶会员大家都喜欢安排一些很奇怪的配方，例如皮蛋香菜生乳卷，例如老干妈甜芋泥蛋糕，都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奇怪的一个组合都有办法被朱迪卡制作的非常的好吃，对，但是在别人眼里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组合。那也就是说今天你看谁不爽，或者想给谁经历，想追求谁，他喜欢刺激，喜好不平凡的发展，请务必帮他参加本频道株式会社尾牙，知道吗？送暖出去就对了。
对你自己投了10个，就觉得哦，我才花了1680块，我觉得不够。我的尊爵不凡的这个金流，我想继续投注，我想继续支援朱迪卡频道哈。欢迎你继续为其他人送暖，填上别人的名字，谢谢。说到带新人，那就要带新人，没关系，就去带吧，就放手去带吧。那放手去带的当下，不晓得你们当下会不会被迫害到，这个我就不知道。这朱迪卡就一概不负责。今天你被谁迫害到？哦，这个就本频道不负责谁迫害谁的爱恨情仇。谢谢大家，我们写在这里。就注意事项，其中有一条呢，本频道不负责你各位的那个爱恨情仇，谢谢。你可以投个钱，委托小精灵填单，然后线下带，对，就下线带人，没有问题的，好不好？或者你今天尾牙当天特别想约会，好不容易约到一个妹子，或者是老公的老公都好，我今天就想约会，但是我也想参加尾牙，没关系，就投个钱，好，随时通知一下本频道，这里对。非常尊爵不凡的聊天室面线哥们都非常的热情，都非常热心的，知道吗？等一下，等一下，冒号右挖号。然后这个，我们谢谢我们的欧经理，我们的瑞恒经理又吓到了吗？就是这2天的配信，不晓得为什么我们都可以收到我们的小欧经理非常尊爵不凡的赞助，是因为我们这次的尾牙让你觉得非常的期待吗？我相信应该是会非常的期待吧。对，我们感谢我们的瑞恒经理又投入了这个300块健康的金流，给予本频道可以长长久久。就看到。不是大姐，我只是跟他们讲说，我们这次的尾牙的其中几项商品，就是我原本觉得只有这个很福利啊，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跟他们讲说还有这个就画面变得很奇怪。不是，我们这个真的是全年龄向的频道，我们推广台湾本土文化，有没有看到？好，台湾本土芋头在这里，嘴边肉，松板猪，3层肉，猪肋排，只是脂肪量有点多，对，猪脚，是不是？我们推广台湾文化，以及我们非常优秀的台湾猪，不遗余力，好不好？麝香猪，算了，我觉得我不要再讲话了。然后谢谢你加入34个月，就这样，也期待你将我们的奥头迪到底在奥多巴呀哈，我们的奥头迪就是我们的什么挡泥板，是不是哈？不管是怎样，我们这次募资商品都已经成功的取回家的，大家你们都好棒。要怎么掩饰？我没有掩饰，我只是觉得对全年龄向频道赞的赞的。对，那个，对这个猪肉排脂肪量有点多，就是怕胖的朋友们，你们可能要把它刮掉。算了，我觉得我不要讲话了。这个猪肉排想来一份吗？想要来一份的，请务必要准时参加本频道在后礼拜51月正月，不是1月，对不起，正月30號拜5的。株式会社，你都不会给了。其中一个奖项就是非常福利的猪肋排，知道吗？大家都想要的猪肋排记得要来抽哦。这些都是奖项，然后还有一个交代一下本频道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们，来，我这个可能要说明一下，这个历史有点悠久，我这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来，上面这个。去年我们金咪双料冠军的纪念图，也是由我们泡泡师很迅速的帮我们画出来了，双金双喜双料冠军的这个纪念护身符。我们只给我们的高阶会员的这个算是专属福利，这个我就不贩卖了，因为我原本就是要做少量送给高阶会员，但是呢，没想到就是我们泡泡老师一瞬间把我们图产出之后。但是我拿到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是去年的10月。我跟你讲，我记得我去年1、2月就已经委托了，但
是不像我为什么去年10月才能拿到，反正中间有一些事情，我觉得可能就没事。对，反正我这边就处理好就好。那这个就太黑我妈大塞大西马西达了，好一单就过哎。这个我原本是想说给高阶会员大概是生日季，去年生日季的一个专属惊喜，然后想要送给大家延续这个福气啦。对，但是总之有一些因缘际会，到了去年10月才拿到。那总之这个东西还是会分送给我们的专属高阶会员，大概是这样子。对，总之这个护身符在今年延续我们去年非常忙碌，然后也非常具有意义的这个护身符，希望大家带在身上，可以跟我一样精明干练哦，谢谢，谢谢，好不好？大概是这样。如果对这个护身符有兴趣的话，不妨动动手指头加入本频道3200或3800高阶，不管您是想要从 YT 加入，也或是想要从我们绿界直接加入，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一样都是我们非常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好不好？谢谢你们。好，我交代一下。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在询问猪猪接下来通贩的商品，对不对？我们通贩商品现在已经有2家非常让我放心的厂商在做筛选，就是说之后要上架到哪一边去。那之后我们那些零星的通贩商品，以及这个和平版的这个不是福利版的悠游卡，还有一些可能我们草空间档期已经功成身退的这个立牌，然后还有韦忠诚老师替我们绘制的这个4周年的纪念书签，金属书签的部分，这些有零星的货都会一起上架到某个平台，但是现在差不多要做抉择了。对，都是两边都是我合作过，然后觉得很安心的其中一边。那到时候公开之后，猪猪任何的一些周边商品都会由那边去下订单，然后出货就可以了，这样子。对对对，好，大概是这样子哦。以上でございます。新秀いらっしゃい啊，谢谢你们大家。然后，至于我们的这个立牌的部分，你们觉得需要拿来抽奖吗？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有的都有了。我是想说，需要拿来抽奖吗？让我再想一下，让我再思考一下。然后时间来到4点26分，最后对不起，我要跟大家再讨论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尾牙抽奖的其中一个奖项。来，你们觉得，各位尊爵不凡的董事会啊，请问你们觉得我们这次草空间卡档黑啊，站在那边，这个档期站在那边的这个等身立牌，如果纳入我们这次尾牙的抽奖奖项之一，会很困扰吗？我很担心大家很困扰，所以我这次其实并没有办什么竞标，因为总觉得大家可能会很困扰。其实我是可以去签的，对，就是如果有机会要上北部去忙碌，可以路过签一下，然后马上走掉，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我签完之后，有人愿意去抽，然后去把它搬回家吗？对，因为总觉得这些东西并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办法收藏。比如像这个立牌是你手上滚过的啊，对，是我手上滚过的，对，对，他哇，那不是重点，对，所以我在想说，这个等身立牌这么大的一个状况下，总觉得现在很像要去收藏回家的人，其实已经不是那么多的状况下，我是不是就很像也不需要把它拿来当做尾牙的奖品？还是说你们觉得可以，还是想要？那我们就来抽看看，而且是猪猪有在上面涂鸦，然后签的版本的部分，你们觉得如何？对啊，就想到这个也问一下，喝个水。但我觉得总觉得有兴趣的人应该不多哎。对啊，就抽中之后就自己去草空间把它搬走。真的是这样子，抽中去草空间搬走，或者是说这个奖项如果有少部分的人想要，那也是可以纳入我们的尾牙。因为你知道吗，即使你今天抽到了，但是你可以就是主委可能好
要不要加码送出去也是你决定。像是去年我们也是延续就是非常尾牙的一个形式，就可能好，我们今天的朱迪卡抽到这等身立牌，哇靠，超大！我家真的没得放，我抽到了，但是我想捐出去。哎，主委要不要捐出去？我就说好，我今天我要捐出去 ，OK， 那我就捐出去，把这个机会让给下一个人，看有没有机会抽到。但是也是有可能你今天捐出去，抽了2、3次，不晓得为什么名字还是你，嘿，我们水灵宝贝就遇到了，我们水灵宝贝很像去年还前年就遇到了，很像是某个商品怎样都要跟他回家。我们水灵宝贝重复了1、2次，他认了就是他，还是得他带回家，他就不捐了就带走，也是有可能啦。有预约的人，另外填抽奖单如何？是不是？哦，自己抽到的话，可能要做成拼图了。哇，可以不要吗？你不是会说有没有抽奖的价值吗？啊，只是，好啦，谢谢大华。哎呦，很会行销哦。可是这个我手上摸过，但是我自己留着啊，说啥呢？对不对？这当然是我自己留着啊。好，那么等身立牌，我觉得一切都是缘分，没有错。那要不然就但是总觉得大家还要再另外填单，好像也会造成大家困扰，所以因为再不拿回家，那就要吃那可怕的，没有错。所以这就是我们家尾牙有趣的地方，你知道吗？就是不想要留到那个迫害商品，然后再把名字留给自己的状况下，有奖品你还是快带走，快下船吧。做成拆解版吗？可是你们会想要，等一下你们会想要玩吗？因为我担心，其实去年猪猪这边的一些可能等身立牌的竞标，或者是说大家要搬回家的这件事情，我总觉得很像大家都还蛮困扰的。我觉得啦，好，即使真的有人搬回家了，可是都觉得，很像比起一般奖项而言，要搬等身立牌回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做到。今年对我没有逃过，好哦，对，所以再加上好，就可能需要等身立牌再另外抽，那他们可能还得要另外填单，那又考量到说，可能我的观众群其实在那个时间，大家也都还蛮忙碌的，要再重复填单，可能意愿又会降低之类的，对，所以不然其实也可以抽看看，然后那个等身立牌可能就变成那个大家互相丢球嘛，我抽到了，好，我就是捐出来看下一个是谁，然后就抽到了，对，但是我真没有办法搬回家，就无限丢球，也是有可能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也挺有趣的。还是某个原萃，它的立牌都是展后分尸，有观众各自带走。讲到这个啊，去年还前年我们安艺师把猪猪的立牌分尸的，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这是我这辈子看过最有诚意的分尸，我觉得那个不叫分尸，它是照着我的那个每个部位的那个线去裁切。我真的觉得安艺师他真的让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观众。但是那个分尸真的也花了很多时间，阿英是分好久，然后我们的小天使马克先生也在旁边做协助，一方面要抽奖品，又要可能中到特别的高阶回馈，没错，玩的就是刺激。本频道高阶会员，本频道株式会是尾牙，玩的就是刺激，我们要看到就是血流成河，知道吗？对 ，PTSD， 对，那个叫真的是完美之解。所以我跟你讲，你不要惹阿英师，哪一天被完美肢解的可能就是你们，对，你们要小心，不要惹阿英师。请注意用词，好啦，大概是这样。人家抽7倍的时候，对，没有错，阿英师真的超猛的，所以让我觉得好有爱的分尸哦。可是我觉得很担心，又造成不管是我们天才厨师手阿英师的困扰，还是说其他观众的困扰，这样按照肌肉纹理分解吗？因为我毕竟是有穿衣服啦，还没有办法按照肌肉纹理分解。对，毕竟我们阿广是我们台湾数一数二的烧腊店，不是烧腊店，我们的广式饮茶小开，他们家已经开了第2间餐厅了，第2间饭店，好不好？对，你要是今天缺干爹，去抱他大腿就对了，他会教你怎么非常利落的
处理这个肌肉纹路这样。右后腿那右后腿500块被剪成袖子，那个超好笑的。好啦，那我再想一下，我们立牌是不是要纳入我们的抽奖？因为其实大家丢来丢去也真的挺好玩的，因为太大，你知道吗？太大。请注意，就是抽中立牌真的要去给人家领回来，真的要领回来哦。改天大家拿出来组合一下，会有那一天吗？好啦，大概是这样子。谢谢你们大家。那猪猪，我们现在来找一下降落地点哈。感谢今天大家的第一台，然后也感谢今天有降落斗内的大家。然后猪猪好，要快点冲去我们的 7-Eleven， 要快点把我们浪薄荷的生日蛋糕寄出去了吼。我们来找一下降落的地点。那准备被杠热啊哦，那降落到谁那边去呢？好，这个时间开台人还蛮多的哇！今天好多人开台，礼拜五的关系吗？好 ，OK。这是什么黑暗大法师的牌组召唤？上次去吃饭，阿医师还特地开心的买什么？哦。好羡慕哦！他不是开他的火箭过去载你们吗？超想做的好不好？啊，今天星期四吗？对不起，今天星期四今天星期四怎么这么多人开台哦？真是的，对不起，我搞错了，不要给今天星期四。好，不好意思，因为我明天又要北上出任务了，然后我搞错了，对不起，我很抱歉，对不起。我说星期四，好了，我觉得我也该快点去工作了啊！对，星期四，对，没有错。好啦，疯掉了。好啦，总之下个礼拜五大家一起来玩尾牙，168、1681抽，自己抽别人抽都好玩，要来哦。我们好久没去找歌了，我们去找歌吧。嗨。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マシカさ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要去找歌了，好久不见的歌。好啦，我以为明天放假嘛，但是明天的确是不开台了，明天猪猪北上出任务。谢谢你们大家，大家拜拜喽，拜拜。